騙案手法可以好曲折離奇，仲要不停咁變，都可以係假嘅。騙案嘅方式就不停咁變，但係騙徒嘅目的就唔會變，淨係想呃你啲錢。一叫你過數俾錢，停一停，諗一諗，問下身邊嘅人，仲有懷疑，即刻打18222攞啲專業意見。大家好啊！所以啦，識唔識馬啦，一試啦便知啦龍與鳳嘅。剛剛啦雅士谷啦嘅越洋賽啦，出馬啦多達啦30匹啦，我只啦俾5隻啦，1隻馬啦退出咗啦，即係啦我只係俾得啦4隻嘅，就已經啦跑入3甲啦，爆出啦超巨型啦嘅連贏啦及3重彩嘅。同大家報告一下啦，呢個啦驚人啦嘅派彩啊！28號獨贏對外手段 Win 派344個半。位置派76蚊，22號位置派85蚊，27號位置派21個半，連贏位22搭28係6163，位置 Q 22搭28派1805個半，27搭28 680.5，22搭27 691，二重彩派13519，三重彩52648，單 T 6336。今次啦，我想討論啦就係 S2啊第5場啦，當中啦若係舊嘅好友啊都知啦，我喺5月16號啦，亦都喺今季啦首次啦討論咧嘅越洋賽嘅，當時啦我討論過啦3匹馬嘅，最終啦亦都跑入啦一個第2啦，一個第4嘅，跑入第2嗰匹啦，亦都係我啦最為欣賞啦，同埋極具啦展望啦嘅馬嚟嘅，將來啦必定啦可以扶搖直上啦嘅馬嚟嘅，就係啦27號啦，應天成運啦。點解啦呢匹馬啦令到我咁鍾情呢？我亦都啦唔再啦作重複啦。上回啦我喺片啦亦都有提過啦，馬匹啦因為啦休後太久啦，若然啦有閃失啦，可能就係呢個啦休後併發症啦出現嘅。最終啦馬匹喺呢場啦力拼啦僅敗嘅，輸一個頭位啦，飲恨第2啦。其實啦該場啦騎師啊亦都啦未至啦充分發揮啦得最好嘅，馬能夠啦喺呢一場啦跑入第2嘅，純為啦馬匹嘅鬥心啦同埋啦內在啦嘅質素啦所致嘅。今回啦再報啦1600米啦直路賽嘅，相信啦雅士谷啦直路啦可能更加合意區啦嚟發揮嘅，所以啊大家要留意啦。而另外啦今次啦我亦新加入啦一匹啦好馬嘅，就係咧28號啦對外手段啦，馬匹啦型格啦係標誌嘅，過步啦係急密嘅，又係啦日後啦可以奠定啦我升格啦為好馬啦之列嘅，大家啦亦應多啦留意啦同埋備忘嘅。由於啦呢場啦出馬啦達30匹啦，所以啦我會啦討論啦5匹啦俾大家嘅。若然啦大家啦想本台啦好似網棍啦俾4大熱門啦，又或者啦公眾熱門嘅，相信啦會令你哋啦失望嘅。你哋啦若然想聽熱門啦，我相信啦要去網九台啦先至會有嘅。本台啦一直致力啦，只會啦係俾冷門嘅。我寧佢啦輸咗啦，你哋話我無聊啦，又或者啦不懂馬匹啦，亦都啦唔會做啦乞衣啦，去向人啦討費啦，又或者啦俾啲熱門啦去討好大家啦，然後啦作詐財啦之用嘅，亦都同大家分享下啦各好友啦今晚啦嘅喜悅啦。
乜嘢叫色馬啦？係要用賽果啦嚟做認證嘅，尤其啦係可以啦供大家可以隨時啦翻閱咗啦啲舊片啊，可以啦查證啦所提供啦同埋啦嘅論述嘅，唔係啦好似啦現今啦各網購啦明喺片啦貼書晒啦都可以啊賽後啦咁打嘴炮啦話中嘅，而去啦一班傻仔啦水魚啊入會啊入群啊去詐財啦，所以啦我喺片啊都有講啦，好多人啦話今年馬啦好難賭啦。但係啦，我就不太認同啦。根本真相啦，就係自從啦網狗們啦紛紛啦入咗呢個啦，本來好好地啦嘅平台啦，但係啦呢班網狗啦不斷灌輸一啲啦假嘅馬匹知識啦，同埋啦不斷去叫你哋啦去買一啲啦熱門嘅，久而久之啊，你哋聽得多啦，就變相啦就好似啦洗咗腦啦，各網狗啦每次啦都輸到冚家產嘅，你哋啦試問又點會中到呢？其實啦，真正最大後遺症啦，就係更加啦，就係你哋啦，聽得多啦，依班乞衣啊亂講啊，咪越來啦越唔識到啦，越來越唔識啦乜嘢叫馬匹啦，咁咪自然啦輸咯。所以啊，大家真正啊輸錢啦，根本啦真正啦嘅主因啦元兇啊，就係啦依班啦乞衣嘅網棍啦。但係啦，你哋居然啊傻到啦，仲去啦雙手啦交費啦，俾佢哋啦害你哋咧嘅人嘅。試問啦，你哋啦唔係傻咗啦，又係乜嘢咧？你見啦，色馬啦就係色馬嘅，30隻啦，我俾5隻啦，退出咗1隻啦，只得4隻啦，都中晒連贏啦，同埋3條水嘅，而且啦，本台所俾啦，全數啦係冷門啦，甚至乎啦大冷嘅，同現今啦一班網棍啦所俾啦一味啦就係熱門啦，簡直啦天淵之別嘅，而且啦網狗們啦仲要啦俾乜就輸乜啦，仲要啦收費嘅。你見啦，今季啦本台啦提供咗啦，已經啦好多啦順利中到啦，而且啦係冷門身份嘅。但係啦，究竟啊有冇一個人啦係需要繳交個1分1毫呢？所以啦，真正懂馬啦係只會啦以上馬啦為樂嘅，銅臭啦嘅費用啦只會啦留翻俾班乞衣啦去留戀嘅。尤其啦喺近期啦，某一啲啦話自己嘅前乜乜啦前乜乜啦。論述啦，所謂嘅馬匹知識啦，簡直啦可以用4個字啊嚟形容嘅，就係啦啼笑皆非啦。你見啊底下嘅留言啦，有位朋友啦話中咗6萬幾啦，問需要啦是否打賞啦，打賞幾錢啦？我可以啦正式啦喺度同你講嘅，你嗰啲啦錢啊留翻啦嚟你哋啦獎勵自己嘅。只有啦乞衣啦先至會稀罕呢啲錢嘅，可惜啦我唔係啦，所以啊再提啦咩什麼賞金啦話打賞我啦，呢啲啦並不是打賞啦，而係啦一種啦帶有侮辱性嘅。所以啦我幾時啊都話啦，交費嘅人啦唔係蠢啦就係傻嘅，只有蠢人啦先至會信啦呢班網狗啦，同埋啦去交費啦俾呢班網狗嘅。好啦，我工作上啦亦都忙嘅，亦都啦長話短說啦。其實啦，馬嘅知識啦係冇秘密嘅，我亦願意啦教曉啦大家嘅。正如啦我開台時間嘅，亦都啦有馬匹啦知識嘅環節嘅。可惜啦，現今啦網狗啦為患啦嚴重嘅，往後啦我會啦作一個啦觀察嘅。若然啦大家啦死不悔改啦，仍然啦去輕信啦呢班網狗嘅，仍去啦光顧佢哋啦，同埋甘心啦做呢啲網狗啦嘅傀儡啦提款機嘅，相信啦本台啦唔會再去啦分享啦任何嘅討論嘅。以及啦，分享一啲啦好馬啦，作大家啦作為備忘嘅，大家啦好好自我反省一下啦。好啦，今集做到呢度先啦，再次啦恭喜啦今晚啦能夠中彩啦嘅好友啦人士嘅，拜拜。